好，来继续来看菲律宾东边海面有一个热带系统，后礼拜可能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嘛无排除会变做风台。讲可能会通过吕宋岛南边的陆地，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有限。那今仔日的天气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凉冷，各地头的这个云较高。天气冷叽叽，出门外头包安安。21号透早大台北21度，感觉凉凉啊。就连高雄内门透早上低温嘛有15.2度，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透早暗时拢凉凉啊，云嘛有较济。影响到台湾的主要是这一大片的云系哦。那底层其实是主要是东北风，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一波云系其实是慢慢的在往北移动啊，是在迎风面这个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情形。进入秋冬，菲律宾东边海面还阁有热带系统，专家认为，依照目前预报，有可能伫后礼拜一前后变强，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挖进吕宋岛陆地，有机会伫后礼拜四左右变作风台，敢有可能进一步对台湾造成威胁呢？北边这边是偏东北季风的影响，不管它是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变台风，它的位置其实相对都非常的南边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可能会有一些台风跟东北季风交互作用的影响。目前欧洲气质模式嘛预测热带系统位置较倚南，看会到刷北的幅度有限，对台湾影响较小。不过时间来到11月底，要是有热带系统，敢讲风台季节有延长的趋势。11月份。气候平均大概也有2个台风生成，像去年11月其实也有4个台风生成，所以第一个11月份如果有台风生成并不是特别异常的情形。虽然已经进入风台季节尾期，不过嘛是无排除有风台，要是爱细致，提醒民众爱随时注意天气变化。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